喂，一把火燒咗佢啦！咁我話唔得喎，喂，呢啲衫唔可以燒。我哋喺唔同嘅位做嘢，突然間有咗，哇！我咁樣啦，天啊，仲因為呢件事病咗添。即係我入醫院嗰啲啊。忘不了，忘不了。從前時間慢咯，可以做到好嘢咯。我覺得直情係博物館 level 嘅嘢嚟嘅。你睇翻歷史，你點可能唔震撼呢？豐富到我成日都話，做10年展覽都有排做。